對了，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，講到這屏東縣對108年開始推動掠青杜定的計劃，但伊的數量攏是全國掠界上界多，而且是一年比一年佫較多。這農業處就講呢，今年到7月底就掠到90868隻咯，其中民間的獵人成果上界好，佔了7成，有的獵人呢掠5648隻，會當領到將近100萬的獎金。哎，知道了。獵人老祖掛上陣青杜定味的位，用膠片甲自制魚標寫出去，寫到青杜定就用鯉魚救回來，交給太北。屏東縣最近公布今年掠到的青杜定數量，到7月底為止，全縣已經掠到90868隻，其中排頭名的都是老祖掛紅阿寶，一個負責掠，一個負責後勤的資源，大細隻加起來攏總掠到5648隻，紅阿寶共心已經領走正100萬的獎金。在抓的話，你要東看西看，一定要看住。要走一步，你要看地上有沒有蛇，然後再看上面有沒有。因為我們的綠葉蜥差不多晚上都在樹上，在樹上休息。對。晚上的話，像這一陣子就是小的孵化出來嘛。正面拍完然後拍腹部，吻肛長多少？老祖話講，掠到的青杜定白考試了後，怪牛寸橋翕相傳互主管機關去查緝。身長30公分以上的一隻300，無夠30公分的一隻50。伊逐工掠，敢若落雨天才有休困。要摕這個冠軍，真是無輕鬆。那屏東縣農業處是烏魯講，民間獵人是因掠青杜定的主要戰力。對108年起，屏東掠到的青杜定數量，逐年攏是全國冠軍。去年一年掠13萬多隻，今年有機會破紀錄。所以移除綠鬣蜥的獵人總共是有657位。那經統計呢，其中實際有加入移除工作的大概是有90位，那已經領走了大概850萬元的禮券。最近有民眾在國道3區南部路段撞到青杜定，害車輛向急動，實在真危險。民眾質疑青杜定敢拖甲這嚴重？那老祖話是講，青杜定除了生拖，一定有水的所在，有時賣走去車路，出現在高速公路，隨便較罕哩快，不過真正無奇怪。記者柯明哲、柯家族、柯小勇，屏東場報道。